若受到大王高飞的影响，金门的航班受影响乱糟糟。飞行机无飞，真侪旅客对19开始就吊伫机场。虽讲呢有恢复，也毋过一时向上突然间无法度消透遐尼侪旅客，在机位有限，真侪人即摆还阁吊伫金门机场。到昨暗又阁因为个大王的关系，阁有2个航班互取消。 金门机场大厅有真侪旅客伫咧等机会，因为大忙部因自19等到20，还阁坐无飞机。有人对地勤人员大声骂，有人等甲是圣地举起来真激动。我们今天必须要回去。我们已经在机场过了2天，到现在连一口水、连便当什么没有，没人来理我们。 因为金门大忙部19、20几班航班取消，留伫金门的旅客总算伫咧20等到天气小可较好，机场开放。也毋过，但要坐飞机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机位有限，到尾暗也是无法度消透。而且要暗暝6点半，金门阁开始大忙部，金北航线阁取消2台次，254位旅客被影响。那我们这些票怎么办？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。 气象署发教务直播，今仔日马祖加金门，将有可能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会影响能见度。下昼各方面来，北部温度会降到14、15度，出来1礼拜温度会敢若是落楼梯同款。星期4开始锋面通过之后，东北季风南下，东北季风南下可能会影响个2、3天，而直到下星期1又有一股可能再强一点的冷空气。 8日元宵节，贵人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也个南势力度可能会有长影，比起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。因若自后礼拜日开始，如果有一波冷空气来，强度可能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，面风的所在也有低渐润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